南区大成国中占地5.48公顷，但因为人力有限，防疫维护无容易，所以学校除了落实天9日病袂网、资生员清除以及定期巡检等防疫措施，并伫校内水沟挂、水沟坑加设防疫网，但随着使用时间久，防疫网老旧需要汰换，总经费需要24万外。对此，市府教育局补助9万外，台南市8个扶轮社赞助9万。其他的款项由大成国中家长会负担，共同来维护学校师生的健康。我们今天透过防疫、防治登革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呢，由这么多的这样热心公益的扶轮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集合力量。那透过大成国中这样的一个学校，我想校长平日应该是非常热心，然后也能够把大家的力量纠结在一起。台南市8个扶轮社的社长跟我们的秘书以及我们的舍友全部到了现场，这个场面真的看得很感动。然后其他呢，我们不足的经费全部呢都是由我们家长会来资助。这个机会其实要特别感谢总监，来甲各位社长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服务，还有咱的登革热防治。在座各位社长、咱秘书、社友，咱拢知影，咱今年的主题就是扶轮拍开机会。这个机会呢，就是讲如何来实现这个机会，就是讲咱为需要帮助的人来个拍开机会。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社友伙伴，你们都有掌握住了。国际扶轮社蔡友仁助理总监表示，协助学校做好天9的防疫是真重要，而且有意义的代志。这也是国际扶轮社社区服务的重点项目之一。参与这次赞助的总共有中区、东区、西区、东南、台南、义载、梦时代、幸福等8个友社，做伙来帮忙学校做好防疫准备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所以今天是由我们的